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市真出名的龟甲鸡肉饭。几若工前，这个铁门落落来，佮打出着公告，讲这个头家走路，员工度假。9月18才佮开门做生意。详细看边仔，佮有一张国税局停业的公文。原来这间卖鸡肉饭的漏开发票，一年内互掠着3届，所以互处罚停业7天。伫咧粒的白饭顶加火鸡肉、淡酱汁，这一碗是嘉义市有名的龟甲鸡肉饭，目扣嘉义人评选做了袂歹吃，不过最近想要吃，民众恐惊爱个等。龟甲鸡肉饭铁门拖拖落来，门口打广告，讲头家走路，员工去度假，爱9月18才开门做生意。边有一张国税局的停业公文，原来店家佮互掠到一年来减开发票3摆，互停止营业7天。我是很久以前来吃过了，应该是没有拿发票给我这样。发票的部分我是觉得还好啦，但是如果就是被这类停业，如果累犯的话，还是不太好。我们会不定期的针对这个营业人的情况去做发票的稽查。他是在去年的8月15号，我们是第一次发现他有漏开发票稽查。国税局讲，龟甲鸡肉饭为105年7月开始用发票，就一直互减起。2018年1月店家慢慢因为漏交开发票互停业，当时是伫咧店门口搭员工小招去相亲，这个趣味广告，互大家是看甲起爱笑。啊，这摆停业的因团改做是头家走路，员工去度假。国税局讲，未来店家若搁互掠到，停止营业的处分时间在7到14天，呼吁业者乖乖开发票，遵守规矩，就无代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